各位朋友好，今日咧就幫大家分享下我嘅學佛札記。今次咧主要講下唯識。咁呢個唔係一個教學嘅片段，只係我一啲學習嘅記錄。各位有興趣咧就自己去呢個深入經典咧去自行研究啦。佛家認為咧，喺我哋離開我哋八個識，即係我哋個觀感系統之外咧，世間宇宙一切並唔會獨立存在嘅。比方嚟講，如果我哋全人類都滅絕咗啦，呢個世界咧就唔會再存在嘅啦。但係咧，呢個空間咧唔係話就會消失咗啦，因為咧其他道啊，即係佛家講有六道啦，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。咁其他道嘅眾生咧，其他五道嘅眾生咧，佢哋仍然會認知到佢哋嘅世界嘅。呢個咧就係講及於一個概念，就係共上種子。呢個大地空間，呢個宇宙咧，我哋叫做器世間，係由所有生活喺呢個空間裏邊嘅眾生，包括天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佢係八識嘅共相種子咧，共同變現出嚟嘅。但係雖然佢哋變現咗同一個器世間出嚟，但係咧所見嘅嘢就會唔同嘅。咁呢個咧就係關乎個別個業力嘅業障嘅問題啦。人類嗰個別業咧有相同嘅相似嘅五根，即係我哋嗰啲眼耳鼻舌身，同埋個業因咧就會共同咧變現咗一個人類眼中嘅世界。咁其他道嘅眾生咧，其他五道嘅眾生咧，就各有別業，所以大家睇嘅世界係唔同。咁咧就經典都有講咧，就係有一個叫做一水四見，即係話同樣係水，人類見到嘅咧就係清水可以飲，天人見到嘅咧就係琉璃普地，餓鬼見到咧就係龍血，魚蝦蟹見到咧就係佢哋嘅居住嘅居所。喺《大乘阿毗達磨集論》卷3嗰度有講，如諸餓鬼、畜生、人天，同於一事，所見不同。謂諸餓鬼於一河中，見其充滿龍血等物；諸魚蝦等，見為住處，人見為水，諸天見為覆琉璃地，或見甘露。由此道理，唯有內識，無有外境。其他有提及呢個概念，呢個講法嘅經論呢，就有攝大乘論、成唯識論、維摩詰所說經同埋長阿含經。大家有興趣嘅咧，可以揾呢啲經典嚟詳細研究一下。呢度咧就引申咗一個有趣嘅問題。咧好多人咧都係中意聽鬼故嘅。咁樣如果我哋同其他五道眾生重疊，咁樣會唔會真係會見到鬼道嗰啲鬼咧？其實咧，一般人咧就係唔會嘅，因為大家嗰個頻率係唔同咧，你唔會接觸到佢哋嘅。
咁其實一般人咧就係因為心生幻覺，喺第八識嗰個影子咧就內視。當一個人咧就即係個心靈係好恐慌啊、焦慮啊，或者有病啊、精神唔充足啊，特別係有啲人做某啲職業咧，經常喺幽暗嘅環境啊，嗰個負能量強啊，咁嗰個第八識咧就會將過去儲藏嗰啲恐怖，即係你以前睇過鬼片、聽過鬼故嗰啲種子嘅形象咧，就會被勾畫咗出嚟。咁咧就喺個第六個意識咧，就以為呢啲內部浮現嘅影像咧，就係來自外部。咁咧就眼根上咧就產生咗個錯覺。咁咧就喺唯識學裏邊咧叫做大質境，或者叫做獨影境。呢個本質上咧就好似你白天做夢，你看到咧唔係外邊真實嘅鬼，係自己心內第八識播放出嚟嘅恐怖影片。但係一啲修禪定高嘅人咧，好似去到四禪啦，佢就將嗰個頻率咧能夠轉換，咁啊突破咗隻肉眼嘅限制。咁喺嗰個時期嗰啲人，呢啲修禪嘅人咧，就可能直接觀察到軌道嘅。當修禪咧由入初禪到二禪到三禪，去到第四禪捨念清淨嗰陣時候咧，就人道嘅粗陋嘅頻率咧就會斷除咗。咁喺呢個靜止呢個人道五蘊呢個波動完全靜止嘅時間咧，佢就唔再用人類沉重嘅肉體五官去接收呢個世界。咁喺四禪嘅定境裏邊咧，個內心咧極度清淨明澈不動，就用呢個定力嘅基礎咧，就能夠引發咗天眼智正通。喺呢個時間咧，修定者咧就具備有天人嘅觀感，就可以接觸到其他道嘅眾生。喺呢個時間咧，佢嘅意識咧就接收咗個頻率咧，就已經擴展咗。佢能夠咧直接咧就睇到鬼道、餓鬼啊、中陰身啊或者天道嘅眾生。咁因為佢嘅能量頻率已經調到能夠同佢哋交集嘅頻段咧，所以佢哋睇到嘅鬼就外在客觀存在於呢個空間嘅眾生，唔係自己腦海裏嘅幻覺。咁喺佛法裏邊咧就叫呢個現量，呢個係真實冇經過大腦想像加工嘅直接呈現。有少部分人咧就因為過去生嘅業緣咧，有一種叫做陰陽眼嘅。咁呢部分人咧天生咧就喺某個階段咧就能夠睇到。呢個係屬於一個報德，即係過去生帶來嘅業力。咁呢一類人通常到咗某一個階段咧，呢種功能咧就會失去。咁另外咧一個情況咧就係有啲人臨終嘅時間咧就會中陰相現前。呢個咧就係意味著咧佢離開呢個世間之後咧會投生入去呢個軌道。咁呢個咧就喺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裏邊咧就都有提到嘅。佢喺人類臨命終嘅時間咧，
呢一世人道嘅業力咧就要快享受用完啦，咁下一世嘅業咧就開始抬頭。咁呢個時間第八識咧將投生那個偉道嘅種子咧就會強力現行。咁地藏經講咧就會喺臨終時會睇到惡道鬼神或多或少，或變作父母，乃諸眷屬，引導亡人，令落惡道。咁因為佢嘅生命能量同埋嘅意識狀態咧，喺全面轉型成鬼道嘅眾生。咁樣呢個時間佢見到嘅鬼咧，唔係幻覺啦，係佢已經用半隻腳跨進鬼道呢個頻率，去進入呢個鬼道嘅世界。咁通常咧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呢個將亡嘅人咧，就通常會跟住一啲精神渙散啊、神志不清啊，或者係不可逆轉啦，跟住冇幾耐咧就會佢斷氣投生嘅。同理可解，有啲人話俾你聽，佢望上個天見到觀音，或者佢見到地獄餓鬼，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嘅識轉化嘅問題。同一個空間，六道同一個空間，你點會喺一個天度望到嗰個觀音呢？即係換句話，你坐太空船一路上個太空周圍揾，你揾唔到天界噶嘛？因為嗰個頻率係唔同噶嘛，你係唔會睇到噶嘛。你去地獄，你轉個窿猛咁轉落去，下邊你都揾唔到呢個地獄噶嘛。所以咧，你學下唯識咧，好多時咧就唔會俾人哋騙到啦。呢家無論有着袈裟或者冇着袈裟咧，都好多呢啲宗教騙子嘅。各位朋友好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學佛札記。呢篇札記咧就係講大乘八法明門論。呢個論咧就係世親菩薩做，原裝譯出。世親菩薩咧係大乘佛教著名嘅論師，佢同佢哥哥無著菩薩咧，大家都係一個唯識宗嘅始創人。佢哋咧就係生於大約係公元4世紀到5世紀，即係對應中國嚟講咧，就係大約東晉南北朝嘅時間。咁世親菩薩出生嘅地方咧就係犍陀羅國，就係今天嘅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。喺嗰個年代咧，當時係屬於北印度嘅。呢篇論嘅譯者咧就係玄奘大師。玄奘大師咧抵達印度嘅時間咧，世親菩薩咧早已圓寂咗幾百年。玄奘咧就係出生於602年，而世親菩薩咧出生咧大約係320年左右。玄奘大師喺印度嘅時間咧就好專心參學咧，就將世親菩薩嘅唯識30論仲大乘八法明門論等重要嘅著作咧，就帶翻中國，仲將佢譯成漢文。咁樣咧，唯識宗咧先至可以喺中國盛極一時嘅。八法明門論咧，全論只有500幾字，佢係
將瑜伽師地論嗰660法呢，就簡化咗成為100。咁嗰個論名嘅意思呢，100法呢就係講宇宙人生嘅一切現象，將呢一切現象呢就歸納咗100種法。名門呢就係一個名就係智慧，門呢就係入道之門，論呢就係解釋佛法義理嘅論點。咁意思即係話透過了解100法呢，大家就可以進入大乘智慧之門啦。全論嘅宗旨呢，就係講人無我，法無我。我哋凡夫呢，就以為有個真實不變嘅我，又認為外界萬物呢係真實存在嘅。而世親菩薩指出呢，呢啲都係因緣和合而生，定冇一個獨立不變嘅自性。咁呢一個100法呢，就分為5位，即係5種類別。第一呢，就係心法，數目呢有8種，就係講心呢個8識。第二呢，心所有法就51種，講嗰啲呢就係心理嘅活動。第三呢，就係色法，有11種，講呢個物質現象。跟住呢，就係心不相應行法，有24種，講嘅呢就係抽象嘅概念。最後呢，就係無為法，有6種，係講不生不滅嘅真理。咁呢度呢，總共就有100法。5位100法，第一位呢，就係心法。心法有8種呢，就係嗰個8識。8識呢，就前5識就係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，即係話我哋眼睇到嘅、耳聽到嘅、鼻聞到嘅、舌頭嘗到嘅味道、身體接觸嘅感覺，呢5種感官呢，就叫做前5識。第6識呢，就係我哋嘅意識，負責呢就係思考、判斷同埋分別。第7識呢，就叫末那識。末那識呢，就係成日執住一個阿賴耶識係我，呢個就係我執嘅源頭。第8識呢，就阿賴耶識。阿賴耶識又叫做藏識，就係藏住一切善惡業嘅種子。咁樣呢，當人離世嘅時間呢，呢個業力嘅種子呢，就繼續相繼流轉，就會推動到下一期嘅生命。5位100法嘅第2位呢，就係心所有法，數目有51種。剛才講嗰個8識呢，就係好似國王一樣，而呢51心所呢，就好似大神，即係話前8識起作用呢，呢51心所呢，就跟住會發生作用。舉例，眼識見到一朵花，咁樣歡喜呢朵花，記住呢朵花，同埋判斷呢朵花靚唔靚嘅呢，就係呢啲心所嘅作用。51心所呢，又可以分為6大類，遍行有5種，別境又有5種，善心所又有11種，根本煩惱有6種，隨煩惱有20種，不定心所有4種，總共有51個。遍行心所呢，就有5種，第一就係觸，就係接觸，好似眼根遇到色境，耳根遇到聲音聲境，
咁啊，即如你聽到一首歌或者見到一朵花，呢個就係觸。第二咧就係作意，呢個注意力。咁樣你見到一堆花，咁你特別注意其中某一朵花，呢個就係作意啦。第三就係受，受就係感受，感受就分苦受、樂受同埋不苦不樂受。譬如有人對你講一啲讚美嘅言辭，咁你發覺你係聽得好開心，呢個咧就樂受啦。想就係認識同埋取相，咁你見到天上有個圓形發光嘅物體，你就會知道哦，呢個係月亮啦。咁你係通過想而產生嘅。第五種就係思，思就係推動嘅行動。比如你好想食呢條魚，咁你伸隻手去攞，然之後拎去食，咁呢個咧就係思。跟住咧就別境心所啦，別境心所咧就有5種。第一就係欲，就係希望得到呢個慾望。譬如你好想去旅行，好想去餐廳，呢個咧就係呢個慾望。第二咧就係勝解，就係確定不疑。比方你係信佛嘅，深信因果，係唔會被動搖嘅。咁呢個咧就係勝解啦。念，記憶不忘。譬如你念佛，咁你一直都記住個佛號，咁呢個就係念啦。第四係定，定係專注。比方你念佛好投入，一心不亂，呢個就係定啦。慧，慧就係判斷嘅能力。比如你知道善惡，你分別到正邪，呢啲就係慧啦。咁你知道咩可以做，咩唔應該做。第三善心所有11種。咁呢個咧就係修行嘅重點嚟嘅。第一就係信，你相信正法，相信三果，相信三寶。第二咧就係慚，對自己嘅羞恥，即係你有個羞恥嘅心，做錯事你覺得對唔住自己啦。而跟住3就係愧，你對人嘅羞恥，比如你害怕辜負咗別人。4就係無貪，你唔去貪求。第5咧就係無瞋，你唔生氣唔發怒。第6就無痴，你明白因果咧，就唔會將啲事物顛倒。第7就係精進，精進就係努力修善嘅意思。第8輕安，身心輕鬆自在。當你打坐漸漸進入初禪嘅時候咧，你就會有個輕安嘅感覺。第9不放逸，時刻都好警覺，唔會跟住啲煩惱走嘅。第10就係行捨，內心平衡咧就不偏不倚。第11就係不害，不害就係慈悲。慈咧就係給予人快樂，悲咧就係免人嘅痛苦。簡單嚟講咧，就你不傷害眾生。跟住咧第4啦，根本煩惱，根本煩惱有6種。呢6種根本煩惱咧就係輪迴嘅根本嚟嘅。第一，貪，想佔有，比如財色名食睡都可以成為貪嘅。第二就係瞋，就係憤怒怨恨討厭。有啲人少少事都容易發怒啊。第3就係痴，痴就係無明啦，就唔明白嗰個宇宙世間嘅真相，呢個就係痴。慢就係驕傲，
成日覺得自己比別人高，成日覺得自己被人忽略。第五義咧就係懷疑真理，對於真理咧就唔能夠作出一個決定，就係成日唔知啱與唔啱。第六就係惡見，惡見就係錯誤嘅見解，其中最重要咧就係身見，認為有個真實嘅我，咁樣就係呢個就係輪迴嘅根源啦。跟住五除煩惱，除煩惱都有20種，咁呢個跟住呢個根本煩惱而產生嘅，其中咧就有分小、中、大三類。小除煩惱，即係細嘅除煩惱有10種。第一就係憤、發嬲啦，恨、記仇、福掩蓋過失、惱亂、嫉就係嫉妒、慳就係吝嗇、狂就係欺騙、閃就係去巴結、害就係去傷害、驕就係自滿。咁到中除煩惱就有2種，一就係無慚，即係不知羞恥；第二就係無愧，唔怕被人譴責。大除煩惱咧就有8種，包括咗掉舉、心浮啊、昏沉、冇離精神啊、不信、懈怠、放逸、失念、散亂、不正知。跟住第6咧就係不定心所，不定心所有4種，就係善惡不固定嘅，可以係善，可以係惡嘅。1睡眠，可以係善，可以係惡。2惡作，後悔啦，做錯事後反省，可能係善，亦都可能只係一種懊惱。沉，粗略嘅思考。思就係深入嘅分析。第3份，即係第3類，就係色法。色法有11種，呢個係講物質嘅現象。咁色法咧就包括咗5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即係我哋5個觀感器官。第5就係境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即係我哋5根接觸到嗰個情景。跟住咧就法處所攝色，係屬於意識同埋所緣嘅色法，就係精神同物質交界嘅部分。咁總共咧就係11種。第4份咧，即係第4類咧，就係叫做心不相應行法，入邊咧共有24種。心不相應行法咧就比較抽象，就比較難理解嘅。佢咧就好似我哋一個電腦一個運算系統咁樣，佢就喺呢個電腦系統運作嘅時間咧，就自動產生出嚟嘅核心演算法同埋一個邏輯嘅規則。唯識家認為咧，呢24種法，既然咧就冇物質嘅實體，係不同色相應嘅，又唔係獨立嘅精神，又唔同呢個心作出相應，佢哋只係由第6識，由第6意識喺觀察心法和色法互相作用嘅動態過程裏邊咧，抽象定義出嚟嘅24個關係規則，
同埋時空嘅階位。咁喺唯識嚟講咧，呢個叫做依心識分位假立。咁呢24種演說法喺唯識裏邊嚟講咧，係一個非常精準嘅排列。如果我哋用現在嘅概念嚟解碼咧，我哋可以分為一時空與物理嘅演算法。我哋凡夫咧就最容易將時間同空間咧當咗外邊有個真實存在嘅物質，但係唯識中一針見血嚟講出，佢只係24種個虛擬嘅規律。第一就係方，就係指空間、方向同埋坐標。嗰個系統為咗定位相分咧，亦產生咗上下、前後、左右嘅分別。第二咧就係時，時係指時間一個線性嘅流逝。第8識嘅種子咧，一秒一秒生起現行嘅前後相續感。第三就係數，數量、數目，對種子和相分咧就進行咗多寡單複嘅數量計算。第四咧就係世速，就係指速度同慣性。業力嘅種子喺爆發時間嘅快慢咧，以及因果嘅連續咧，就推進咗一個勢能。第五咧就係次第，就係順序同邏輯。一切萬法生起嘅時間咧，就步步為營嘅先後次序。比如種子咧就必須先發芽才能結果嘅。第二咧，我哋可以分成生命與業力嘅生滅演算法，即係我哋命運底層嘅代碼。就6命根，命根就係我哋嘅生命值，我哋嘅壽命。第8識種子與肉體綁定咗嘅時間，業力所設定嘅倒數時計器。咁呢個時計歸零嘅時間，肉體就關閉啦，就好似有人病危嘅時間咧，就會回憶起生前嘅每一刻刻發生過嘅片段。咁樣咧，呢一類咧就叫做臨終爆發嘅跑馬燈。第7就係生，生就係本無今有，一切新的現象重新分嘅種子咧，就首次跳出嚟顯示住相續不絕，這個現象咧，時間逐個短暫維持穩定性嘅狀態。老就係變異衰退，呢個現象喺運作過程中咧，代碼同能量咧逐漸產生消耗。滅已有還冇，現象壽終正寢嘅時間咧，重新退回到8識種子嘅狀態。第3就係語言概念與符號嘅演算法。11名身，即係我哋嘅 vocabulary， 我哋嘅單字啊名詞，我哋俾萬物獨立名詞嘅標籤，好似台、凳、汽車。第12就係句身，就係句子嘅呢個完整嘅觀念。我哋將啲名詞串連起來咧，就表達一個完整嘅因果關係。好似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咁呢個就係我哋表達某一個意思同埋因果嘅關係。13文字，我哋用符號啊、文字字母啊嚟組成最底層嘅音素文字或者一個代碼。咁第4咧就可以分出呢啲叫禪定與意識嘅形態演算法。呢部分咧就直接對應咗我哋前面嘅行者入定，看見未來，神識出體時候
系統切換波段嘅特殊演算規則。14. 無想定，外道修行者通過強烈嘅壓制呢，夾硬令到第六識想心所咧完全熄火，但係第七識嘅我執仍然喺度嘅，咁樣咧就誤解咗呢個以為係一個解滅。15就係滅盡定，阿羅漢或者高級嘅菩薩入定咧，唔係第六識嘅熄滅，就係連第七識污染我哋嘅執咧，都一時暫時咧就將佢停頓咗，個內心咧極度清淨。無想報，因為修咗無想定，死後投生到外道嘅無想天，呢度咧就大腦解碼器咧就會短暫凍結500劫，完全咧唔會產生乜嘢幻想嘅。好，第5類咧就係人性同社會嘅因果演算法。17德就係我哋成就同埋獲得善惡業力或功德嘅種子，同埋修行者嘅產生咗個綁定嘅狀態。第18非德，未成就或者叫做失去某一啲清淨種子或者境界呢，目前同修行者處於斷聯嘅狀態。第19同分類別共同性，眾生因為相似嘅業力呢，就投生喺同一個維度，就好似我哋係人類，大家都具備相同嘅肉體和感知，即係我哋嘅業係類似嘅，咁呢個叫做同分妄見。20異生性，凡夫與聖人嘅根本分別。凡夫第8識咧就充滿咗迷惘嘅種子，所以生生世世都喺六道隨機而生流轉，就係因果種子喺三界六道中咧不斷循環，高速輪轉嘅動態。定義因果律嘅絕對鐵律就係因果，善因咧就一定得到善果，惡因就得到惡報。即係你亂咁買股票，結果就會蝕錢啦。23相應因與緣，心與心所之間喺同一個時間、同一個頻率咧，完全完美地對焦同埋連線。24和合性，喺萬法生起嘅時間咧，因緣時空所有代碼完全咧就係混喺一齊，呢個畫面咧就得以順利顯示嘅凝聚狀態。呢個咧就係24種不相應行法。呢24種不相應行法咧，就係我哋嘅8個識喺互相交織運作時間自動產生一道嘅遊戲語法，完全係一個虛而不實嘅。五位百法最後呢，就係無為法。無為法有6種，佢係說明咗呢嗰啲不生不滅嘅真理。有為法呢，就係有生滅因緣和合，而無為法呢，就係一個絕對嘅真理，係不變嘅。無為法呢，就係我哋用智慧將之前講嗰94種有為法嘅執着全部清空，而顯現出嚟嗰個不變嘅實相狀態。呢6種無為法呢，第一就係空虛無為，佢係無邊際嘅空間嘅本體。呢度講嘅空虛呢，唔係指我哋
睇上向個天所望，或者喺外太空望嗰個空嘅感覺，因為呢啲咧都係屬於釋法嘅物質，而呢空虛無為咧係指一種絕對冇障礙嘅真理狀態。當一個修行人咧破除咗佢個萬法，即係佢嘅實質個質外物質嘅阻礙咧，佢咧就發現心嘅本體咧就像空虛一樣，大到冇邊際，可以容納一切，同埋咧亦都不受任何畫面嘅干擾嘅。第二咧就係擇滅無為。擇滅無為咧就係用智慧斷除咗煩惱之後嗰個清淨。呢個咧通常咧就係用呢個係通過智慧嘅抉擇，將第八識嘅污染種子同習氣咧徹底消滅咗之後，所顯現出嚟嘅解脫境界，就好似一部電腦咁樣，將裏邊嗰啲電腦病毒咧完全消滅咗佢。咁消滅咗之後，呢個系統就去返呢個純淨暢通無阻啦。而阿羅漢同佛陀所證嘅涅槃咧，主要就係指呢一種無為。第三就叫非擇滅無為，因緣不具足而自然不生嘅清淨。好似有啲有為法之所以不生滅呢，唔係因為你用智慧去斷咗佢，係因為緣分永遠不具足，所以佢再唔會產生出嚟。比方嚟講，你轉世成佛，你嘅第八識嗰啲去地獄受苦嘅惡因種子呢，因為你再唔會有能夠具足下地獄嘅緣，咁呢個惡因就永遠失去咗發芽嘅機會。呢部分顯現出嚟嘅清淨呢，就叫做非擇滅無為。第四係不動無為，遠離苦樂受嘅禪定嘅本體。呢個呢，就係對應色界第四禪。當修行嘅人呢，入定去到第四禪嘅時間，心裏邊嘅演說法裏邊嘅受、苦受、樂受、憂受、喜受，呢四種受咧全部熄滅咗，個內心咧就入咗一個絕對捨念清淨。咁喺呢個時間咧，心識咧就再唔會跟住情緒嘅波浪而波動。呢個咧就好似泰山一樣唔可動搖嘅寂靜狀態，所以又叫做不動無為啦。第五咧就係想受滅無為，高級聖者嘅深度冬眠狀態，咁樣對應喺24個心不相應行法中嘅滅盡定啦。呢三果聖人以上嘅聖者咧，或者大菩薩咧，先至可以入到呢個定嘅。喺呢個時間咧，第六識嘅想嘅妄想咧熄滅咗，連第七識根深蒂固嘅受我執都一起斷除咗。呢種咁細微嘅精神狀態咧，已經完全平息，極度接近涅槃嘅狀態，叫想受滅無為。第六，最後咧就係真如無為，呢個宇宙嘅終極底色就係唯一嘅實體。呢六種無為嘅核心咧，
真如無為咧，就係呢前五種無為嘅總源頭嚟嘅。就舉例咧，呢個係一張終極嘅畫布，法界本體第八識轉依嘅大圓鏡智。前面嘅五種無為咧，其實都係六識從不同角度去描述嘅真如嘅側面。有啲咧從空間嘅角度去叫空虛，而有斷除煩惱嘅角度叫擇滅。只有真如無為咧，先至係宇宙萬法終極嘅真相，不生不滅，無攝，不涉及時空，而常寂常照嘅。